咱台湾家己制作的畅水蓝对外公开，调查人黄曙光强调，2025年国军的畅水蓝会有3只，2017年若阁家己制作1只，就会有4只。有专家表示，畅水蓝的数量增加，台湾的防卫作战能力嘛会变强，而且畅水蓝会当阻挡中国威胁台湾东部，若准和反舰飞弹配合，效果会更较好。咱国头一只国造舰人海群号正式落水。那当地媒体报道，舰人小组调集人黄曙光伫一场内部干部会中，表示希望2025年国军舰人会当达到3只引起讨论。哇，这个情绪不受宠啊！谢谢啊。所以2025这个就不是。哇，这个今天刚刚说明过了。黄曙光真低调，也毋过私下订请2025年海群号1只，加上咱国现有的2只荷兰制舰量级海龙甲海虎号，2027年希望会当阁有1只自制舰人，拢总4只。咱国舰人战略目标真受关注，因为对比中国的舰人推估达到71只，那位伫第一岛链的其他国家，日本有23只，南韩20只，越南6只，印尼4只，菲律宾是也无舰人。即使我们潜舰数量比较少，但是有这个地形上优势，就是可以先占领水下的阵地，就可以形成有效的伏击区，它会以小博大效果。那未来如果说可以合理的增加我国的潜舰8艘到10艘或者10艘以上，那么当然这样子就是对于防卫作战的这个帮助就会更大。军事学者分析，舰人数量若个增加，会当提升咱国防卫作战能力。若甲6支反舰飞弹配合，会当形成中战系组，互强军毋敢靠近台湾。必要时候就可以封锁东浦跟巴士海峡，防止中共航舰或者是2栖登陆船团靠近台湾的东岸，如此对我们东岸的战力防护就可以有更加的提高它的安全系数。苏指挥指出，伫地缘战略上，舰人会当阻止强军含滥威胁台湾东部，也是强军水平舰队对台湾用封锁措施，舰人也是反封锁的有效装备，会当实施反制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